有冇試過睇好一隻股票，然後把全部資金都壓進去，然後心入面就同自己講：我唔係賭博，我係有做分析。但係分析唔等於確定，市場永遠有意外。今日講滿倉操作嘅真實代價，以及點解分散資金先係專業操作，集中倉位嘅數學風險。假設你有10萬，全部壓入一隻股票，好嘅情況升咗2成，你賺咗2萬，感覺好好。但係差嘅情況可以有幾差？如果股票跌3成，你虧損3萬，戶口剩7萬，要回本，你需要喺剩餘7萬上面賺回4/3。如果係突發性市場事件，公司突然俾人做空，業績爆雷，監管調查，股票可以喺1日之內跌5成至7成。全倉嘅意思係你嘅資金可以喺1日之內腰斬。呢種風險同你嘅分析能力完全冇關係。黑天鵝發生嘅時候，再好嘅分析都無效。分倉嘅邏輯係把風險分散到多個標的，單一標的爆雷只影響總資金一部分，唔影響成個戶口。建議單一標的最高持倉唔超過總資金3成，配合每單2個百分比嘅風險上限。場景應用示範：阿明有10萬，全倉買入某加密貨幣，理由係呢個項目基本面非常好。3日後，該項目嘅創辦人因為監管問題被調查，幣價單日跌咗6成。阿明嘅10萬變成4萬。阿珍同樣10萬，但係佢把資金分成5份，每份2萬，分佈喺5個唔同標的，其中一份係上述加密貨幣。同樣事件，阿珍嗰份加密貨幣跌咗6成，虧損12000蚊。佢嘅總戶口從10萬跌到8萬8，損失1萬2。同一個市場事件，阿明傷咗6成，阿珍就傷咗1成2。分倉唔係唔信自己嘅分析，係承認市場有你無法預測嘅部分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：我對呢隻非常有信心，所以全倉進場。信心係主觀嘅，市場係客觀嘅。信心再高，你仍然可能錯。而且最有信心嘅時候，往往係資訊不完整嘅時候，因為你只睇你想睇嘅嘢。錯誤2：分倉會稀釋回報，賺得唔夠。的確，分倉確實會令單一成功交易嘅回報下降，但係佢同樣令單一失敗交易嘅代價下降。長遠嚟睇，穩定生存比偶爾嘅大贏更有價值。大部分輸光嘅交易者都係因為某幾次嘅全倉操作，而唔係因為太多次小虧損。錯誤3：分咗倉，但所有倉都係同一類，等同冇分。我買咗5隻股票，但係全部都係科技股。如果佢哋嘅相關性好高，科技板塊整體下跌嘅時候，5個倉位同時虧損，分倉嘅保護效果大打折扣。真正嘅分倉要考慮標的之間嘅相關性，選擇相關性較低嘅組合。總結今集3個帶走：第一，單一標的最高持倉唔超過總資金3成；第二，分倉係管理不可預測風險嘅工具，唔係對自己分析嘅不信任。第三，選相關性低嘅標的分倉，才能真正發揮分散風險嘅效果。市場永遠有黑天鵝，把雞蛋放喺多個籃子度，唔係因為你覺得自己嘅分析唔好，係因為你夠聰明，知道自己唔可能每次都正確。下一集講，如果連輸5次，你嘅系統同心態應該點樣設計先撐得過去？